嗱，白棋仲差一隻眼，你咁醒目，梗係知道邊做多一隻眼啦。不過最緊要係計唔計到之後嘅變化，搵唔搵到手筋啫。白一位擠咗先，就唔多掂啦。黑有2位嘅班，白3擋，黑4做劫。白棋係虎劫，關係到咁大塊嘅死活，黑好可能會揀呢種落法。白一位係唔易察覺嘅手筋，亦係最後嘅一個手段，好似喺度話俾人聽，我要做眼啦，然之後引出下面嘅手筋。黑如果都睇得出呢步手筋，就只能喺2位擠，白3做眼，咁就相安無事。白一立，黑2若果奪取白嘅眼位，白又點算好呢？白3擠係手筋，呢個點好多人往往睇漏眼，咁樣就可以食咗黑4子。黑4位接想防接不歸，不過都係唔得。白5撲係關鍵嘅一手，黑6提，白棋打仲係接不歸，梗係活棋啦。